欢迎乡亲继续收看《华视台语新闻杂志》。伫台湾，总是会当听到直教生去互同学霸凌，也或是去互无责任的老师无适当来管教。9月中，伫高雄，有一个高中2年的直教生去互同学暴力攻击。这个过程中，有真侪学生围咧看，甚至是拿手机来录影，但是都是无人伸出着援手。搁较早进前。南部某一间特教学校，某一个老师强迫特教生食番仔姜。校园霸凌的问题到底有偌严重？搁要安怎来防治呢？咱做伙来关心。反暴力，反暴力，要人权。现场人站出来。男学生伫学校便所被同学家电暗棍攻击，所来伫教室内面，佮再互同学家跪摸起来，然后重心袂稳，转摔入伫涂骹，去弄伫边仔刀啊、椅啊，一连串的暴力对待。是周围10几个人看伫眼内，有人嘻嘻哈哈，有人咧录影，可是拢无人伸出援手。这是2019年9月中旬，高雄某高职学校传出的校园霸凌事件。被害学生就是读高二的特教生，有雅斯伯格症的现象，甲同学因为买早顿发生纠纷，最后演变成冲突。这个同学觉得买了早餐之后没有拿到钱，然后就在班上里面一直在重复这个事情。其实当时老师也有做一个妥善的处置啊。那后来因为要上厕所，就一窝蜂的同班同学跟到厕所里面去，就做出一些不当的肢体动作。校规的部分，当然他是没办法避免嘛。事发了后，校方启动霸凌调查甲辅导，根据联合联盟2018年针对全台湾12到14岁囡仔进行调查，发现将近7成的囡仔有校园霸凌的经验，人数高达56万人，其中1成7的囡仔在调查期间的2个月内曾经被霸凌，等有14万的学童活伫惊吓甲威胁之下，将近1成的囡仔遭遇霸凌，却是嘛霸凌别人。超过6成4的囡仔是所讲的旁观者，目睭紧紧看到别人被霸凌，却是唔敢出来发声。它并不是一个单次性的事件，而是它是持续发生的。那另外一个是一个权力不对等的关系。那如果在学校的话，比较弱势的孩子，他其实比较无力反抗，然后会有一些就是几个同学集结起来欺负他，那个我们才会叫做霸凌。有时候大人可能轻忽了这个影响性，有5成的孩子是不愿意告诉师长或者是家长的，所以表示说，其实有相当多的霸凌其实是没有被爆出来。有很多不同位置的孩子，可能他是在打别人的，一个是被打的，一个在旁边看的，都有他看到的事情以及他的诠释，而每一个位置的孩子都有他得学习的事情。哎，我觉得委屈嘞。不要靠近更多啊！掀开校园霸凌事件簿，一篇一篇拢是囡仔真实的血泪，特教生嘛是其中的角色。除了同学压力，进前嘛曾经传出老师不当的管教，甚至校园性侵事件，在这阵特殊囡仔的心中留下一道一道的伤痕。2011年南部特教学校爆出校园集体性侵惊动社会，8档内有超过160件性侵害甲性骚扰的事件，被害人将近100个人，加害者甲受害者拢是女生，最后有12名校职员因为放任失职遭受弹劾。解聘朝天椒老师。2018年，另外一间学校的2名老师被控以矫正偏差行为为理由虐待学生，请因食细粒咸椒啊，被迫留课，套伫头壳，致使受害学生身心受创。家长站出来替查囝发声。2019年，2名老师遭受检方以妨害自由罪起诉。伊伫对伫爸爸的身边，15岁的小珍有智能障碍，是细粒咸椒事件的当事人。讲到一当前的经历，心内依然充满惊吓。很辣，会把假装直接把它忘记掉。即摆小珍学习路程已经渐入佳境，对家长来讲，虽然知影无责任教师是少数，但是安怎做才会当确定囡仔有100%安全教育环境呢？这想到这，看掉内心也是把刀放下。今天再怎么给他处罚，他明天照样照做了。
他不会去考虑那个后果，因为他也没有那个头脑。这种孩子应该就是要会教他的，对他才是好。申诉的过程中，因为很多同学可能没有能力表达，所以我们看到在特教学校里面，其实被不当管教最严重的是稍微可以说的小孩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会回来跟爸爸妈妈讲，所以老师就会更生气。伫镜头前展现歌后，美术小镇展现出电教生的可能性。伊伫求学期间，国小就读资源班，同款拄到同学相处的问题。毕业的时候，当时他就自己一个人哭。我参加他的毕业典礼，他是自己，人家有同学要抱着哭，他是自己。我那时候还没有，他没有跟我讲，我就感觉出来他为什么自己一个人。其实他们也会私下偷偷跟我聊天的，他不是不要你这个朋友，是不好意思。对。问题这样你就是被孤立的。人其实很快的就评价，一评价就有笔试，就有2分，就有对跟错。我们是不是能够慢慢的来练习，不马上评价？整个学校系统，包括老师，包括家长，包括霸凌的人、被霸凌的人，都是一样的。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能够先暂停下来，先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为什么我们这个团体会有人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表达他自己的意见？地教难题要如何解？无适上教师倒台机制受到高度讨论。理小团体指出，就算2019年6半年，立法院已经三读通过教师法修正案，强化无适上教师处理限制，但是机制依然需要更加完善。处理不慎的教师的体制就多了一个专审会这个机制啊。可是问题是在我们来看，就是专审会它的组织成员，今天如果还是大部分是老师的话，我们其实就很难期待它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。另外，校方会使透过老师自我提升能力，减缓不当管教。若是政府教育基金会认为，未来台湾特教应该进行全面总体检。在美国，曾经有些州，它会规定特教学校里面任职的老师不可以有任何的亲属关系，因为他要去回避那个包庇的可能性。可是，在台湾，我们每个特教学校都可以看到里面很多亲属关系，比较更容易陷入事事相互的状况，而没有被处理。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检讨，所以我觉得，其实台湾的特教要做一个全面的体检。教导囡仔学晓自爱，终结霸凌，营造友善教育环境，也是台湾的特教体系要更加严格谨慎完善，来透过政府部门甲学校力量结合，共同努力将地区的教育搁再向前推进，才会当互特教生的学习之路袂搁这样坎坷辛苦。持续工作的话，是想帮爸爸赚点钱，然后爸爸节的时候也要送他一个 surprise。有乖就很好。要听话，要勤快一点。我也希望可以帮你照顾好自己。特教囡仔的成长之路比一般囡仔更加艰难。厝内有特教生的父母，离教养的路上更加是充满着挑战。华视新闻团队就采访到一位董事长，读台中特教学校的囡仔。细汉的时阵，妈妈教伊安怎看青红灯，拢总甲教12年，伊才总算学会晓。即摆伊当咧努力学做棒，学弹电子琴，学分土鼻仔，希望有一个手艺，有一个功夫，会当找到未来的出路。为这个生活起居到就学的过程，特教生甲因的老爸老母面临什么款的难题，佮吞落偌侪心酸的目屎呢？咱做伙来关心特教生成长的故事。凉凉的早时，7点40分，就是彭凤出发到学校的时间。就是我的好姐姐安德大。
15分钟的车程，点缀伫音乐世界里，是每天上幸福的时光之一。记住每一个叮咛，有时阵也搁兼入妈妈的小秘书。这个好，慢慢来哦，慢慢来。17岁的彭凤是一般称呼的糖宝宝，也就是唐氏症患者，伊视力甲智力拢有缺陷。读台中特殊教育学校高级部2年，这是伊上课的日常。全体就立，90请就位。采访一天，拄好拄到开学后头一撮升旗，特殊教育学校里收的是中度身心障碍以上的特教生，比较一般学生嘞，成长之路是困难重重。一开始确实是很不能接受，唐氏症这3个字不敢让他映入这个眼帘，这一段路有走了有将近快3年的路程，直到他3岁感染到肺炎。那在加护病房的时候，医生也是发出这种病危通知，自己心里的意识到说，他是我的孩子，他今天要离开我真的就这么选择这样放手吗？不是丑小鸭喽。上音乐课，这阵特殊的囡仔有唐氏症、智力障碍、甲自闭症学生，自细汉展现演奏天分的彭凤。电子琴、陶比亚、爵士鼓，逐项拢会晓。台电5分钟，大卡10年功，这句话套用在特教生的身上更加适合。囡仔认真上课，陪读的妈妈嘛对摇动身躯。眼神中流露出满满的母爱，也是照顾特殊的囡仔，一路行来，伊嘛吞入真侪目屎甲心酸。示范的日历历史是民国100年的几月？9月星期2，对不对？就是今天7号，然后昨天是3号，然后明天是5号。两节会慢慢记住，我的脑袋会聪明。像红绿灯，我教了他12年，他才认识今天说这个水果香蕉是黄色的，红绿灯那个是红灯，不能过去的。教导方面要花上比别人真的数百倍的时间。特教生求学的过程困境不断，这条路真辛苦。家长挑选学校要用真大心力，特教生经常面临的就是人际关系难题。姐姐的意思是说，同学对你很大声说话的时候，你想去上课吗？就会不想去。对，我不想去上课。彭凤国小甲国中读的是一般学校的资源班甲特教班，渐渐嘛因为同学压力无想要上课，囡仔遭有困难，更较疼的是父母的心。有一次我参加户外教学，大家要团康活动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愿意牵他的手。那时候我也没吭声，我就直接主动加入进去。那当然心里是难过的，因为没有人愿意来牵我孩子的手。我自己来做这件事。那当下我没有去责怪其他同学，我只能求着自己把他教得更好，带得更好，可以让他融合得更好。这又是什么颜色？红色。红色，不错。对心疼唔甘，到目屎收起来，彭凤妈妈是含辛茹苦，对囡仔3岁开始就积极安排早期疗愈，伊嘛辞掉会计工作，学习义务的课程，而且考到特殊教育教师助理员的证照，对囡仔生活起居到就学阶段尽心尽力。他可以自力生存，或许不用走上所谓的教养院那一条路，可以姐姐更顺心的来带他。那他展现他自己的能力，包括现在职业专精，我让他选择清洁。我不是说你今天去卖场一定要做到去跟人家就业或是什么，而是我希望说，将来他如果没有介意这一块，他在家里他是可以贡献他自己的能力的。
活到一世人陪伴囡仔，是真侪伫教生父母的担忧。澎湖妈妈嘛不断的互伊学习技能，因为因想要成功，比起其他的人来付出数十倍，甚至是数百倍努力。包括去做接艺，我也不希望说同情的打赏，我会比较希望听到就是说给他一个掌声，说哇，哎不错呢，唐宝宝哦，他手没有力量，还可以把那个12指孔的陶笛可以按得还不错。哦，嘿，对啊，当然他还要很多努力啦。能力好的，我们希望他学习一技之长，哦，可以作为他的谋生能力。能力稍微差一点的，他可以到小作所；障碍程度重的，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具备生活自理的能力。这是学校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目标啦。根据教育部统计，2007学年度全台伫各国中、国小读册身心障碍生总共有64000多名，读高中这个是有25000多名。一步一步学习的辛苦历程是因真实处境，但是如何减少伫教生遭遇困难甲异样的眼光，学者点出社会氛围是关键的问题。华人世界还存在这个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这样的观念。那所以像有些学习障碍的孩子，他只是 only 功课不好，可是他其他各方面都很好，但是他就被歧视了，你会让人觉得很心疼的。所以我觉得是整个大环境不够接纳、不够平等这样的氛围的影响。耳朵2个，眼睛2个。今年5岁读幼儿部的玉成，伊是老妈咪，妈妈逐工是24小时用心的照顾，为着要让后生有更加好的资源，玉成妈妈每天拢带伊用5点钟对南投往回台中上课，嘛凸显出地教资源的城乡差距的问题。有的问题可能跟一般普教一样，比如说城乡差距，在偏远地区可能比较不容易聘到合格的特教老师，比如说少子化。那少子化会让学校不敢聘特教老师，就是制度面有了，但是它更精致的落实还没有做得很到位。虽然上天关一扇门，卖开启另外一扇窗，一路上，这特殊的囡仔面临人生各种的挑战，因努力的跨越障碍，亲人嘛无怨言的付出，用心陪伴。相对的，我家嘛得爱用尊重的眼光、平等的对待，让因会当更加有自信、勇敢向前行。我当然得头一呢，赚钱给妈妈嫁妆。第二，我要买房子给妈妈住。以前我不懂得什么叫做万中选一的祝福，那走到今天这一步一步，直到包括他去年得了总统教育奖，真的是给我们莫大的鼓励。其实很满足他的到来。关怀、接纳，加一寡包容甲理解，互身心障碍的囡仔嘛会当快乐成长。后一段节目，全世界拢在思考的循环经济，台湾的产业界嘛无输人，有真侪革命性的创新。